手游跟电脑，这个逐渐的也占了很多人大家的休闲的时间。那再来就是遥控飞机、汽车、直升机的相对的进入门槛，以及成本，以及后续的这种花费、时间、安全性等等，我想都造就了这个一个产业的一个等于说逐步的一个衰退，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出现这样的趋势，当然公司的营运的状况。就需要更多的协助跟资金嘛，那个时候我就有花更多的时间在做一个评估，那就怎么样要可以来参与这样的公司的一个转型。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这个集团的背景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行业，但是其实传统行业也一直不断在升级嘛，像我们这个饮料的部分，你可以做机能性的，就到生技的一个领域嘛。那像如果说像我们这个遥控模型，其实一刚开始很多朋友都说，你那个做遥控汽车，做那个你做玩具的，现在怎么跟军方啊、跟政府啊、跟电信公司有什么关系？但是比较失联的朋友会这么想，他会认为说，你这是传统的玩具公司啊，你这个玩具公司跟电信、跟国防展有什么关系？也就是一样，你要不断的进步，对你没有说非常安逸的事业，让你可以做很久。手臂跟摄影机，这个手臂，对，那这个 LED 灯，那其实它在水下它可以做到6个自由度的空间嘛，应该是6个对不对？6个就是前进、后退、上下，然后那个左右，可以左右你看鱼可不可以左右？小海豚可以左右吗？海豚不行，海豚可以吗？对，我们都可以左右。你看它可以这样，所以6个自由度的空间，这一般传统潜艇做不到的。其实我们有足够的技术，我们可以做比较大型的这个推进器，同样的这些电子设备，这是吃电的，我们现在也有计划来做说，个人使用的，当然我们不要潜太深了，可能就5米、10米的部分呢，因为大家都在讲天空飞的，其实水下才是我们人一直也想去探索冒险的地方，所以说不定这个不久的未来呢，我们会推出这样的产品。每一个个案其实都是不同的案子，那都要花个时间。那我们未来的商业运转的模式，不会只是说在设计飞机，一定也要提供这个后续这个整合以及研发，甚至到最后这个升级维护，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产生。应该说未来这1-2年我们还是会着重在国内这边的一个布局，先把我们的刚刚提到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把它落实然后尽可能的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一起把这样的模式把它先稳定然后在台湾的这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机关不同的单位再来提出我们公司的方案及服务我认为说一定要先立足这个台湾然后再去我们台湾邻近的这几个国家来做。